寒霜与埋伏，退！对兵走嘞，俺来去看哪嘞？迄位后生人呢？家家副总去散菜。做唔得啦，那迄本少爷看到，因为误会啦。无爱用家散，来看佢身上有带伤，那係병佢啲了，佢一天会冇命啊！那么，带到你嘅房间。做唔得，我母亲家教什样，那係本佢哋，我带一个男的人转去，一天会本佢发开到天光。哎呦，冇相干啦，你先带到nhà嘅房间空地，等nhà嘅床较好，再병佢下山。阿娘，你就解决了吗？阿娘咁好，唔好啊，병佢哋了，等死哦。好啦好啦，叫你救火来听书啦。今日咪安床啦。看起来，佢已经身体疲乏，魂衰脱去咧，恐怕系老铁军交战有数天，不知系哪个将门之后啊！看佢精疲力丢尽，偏偏先天娘已定，虽言春意未风采，一生赞家尽其力。来哟，一生赞家尽其力。阿姊，土包妹寄来咧，母亲来咧，阿姊，土包妹寄来咧，俺来就来，见到俺太神做嘛该。土包妹，你等一下啦，阿
见过母亲一礼。景我啊，今本日是财主，也就给你伯父嘅生日，太少留病，就去到去拜寿的。你讲可以搞我打立，打来也土回去，作为属地送管太主，这件事你判得如何啊？我根本日，哎呀，你根本日哈，愿意喊快哦，嘛个土的啊，掉的啊，通起空起来，你空数一回啦。哎娘啊！不过我爷呀，财主迄个几斤钱银，不可顺了历史。想当初，家母弄难养见，何地财主所留，长地平安。母亲说得有理。阿娘吧，你恐怕多采太堂，向财主拜寿，以表我母的心意。母亲，我信唔得。用办记唔得，我身体冇爽快。只要顺出去打蜡，我就看你好好嘅啊！用办一下，你就冇爽快的，前面发烧，还没看那的。母亲，我有好诶，落去，我哋向下向伯父拜寿。既然你来去，只要你去顾忌。好，我来去。自己话，你没看下来呀？你去顾忌。自己话下来。啊，好来嘞。你去啦。自己。哎呀，甜心眼嘞，莫搞嘞啦。今家财主黑家父，年老做事有糊涂，面前假作真好子，背后骂其老有数。小先上来就好赌，不好读书也不爱练武，爱嘅是运行忙多，10败都有9败输，人工是运黑走流，总有一天会开富来，会开富。根本呢是阿爸叔叔，各位兄弟呀！哟，时辰到了，请阿爸你慎重。乜解神做啊？你阿爸还忙死呢？哎呀，唔系啦，係檔案記得做嘅啊！係做啦。嘿，青菜啊，有請阿爸。千万天用富帅，我是群夫下山过。今年苏丹太白树，虽不敬兄，本太梦。拜见太公，典礼恰太公。拜见俺娘爸。哎呀，你个模子啊！你上个初犯系咪？马该你还挨吧啊？
唔系啦，我讲中脚咧，我系讲拜见你系挨爸。按用功还较差唔多。阿爸，根本你做死你咯！你就做唔得讲按用后堂的后话嘛？哎呀，我是讲根本你做生意。错啦。给你那种事，准备给我说。呸！你两个切字呐！哎呀，你用饭做的，问阿爸按用个法呀！阿爸，你糖都奶妹去咧？给你没喜爱，你给用啥有数嘛？哎，不打不起。唔系啊，你糖唔错咧。我是讲你那种事，我准备拜书。大家都多谢，为嘛介下望见到托夫人老敬我咧？哦，来咧！参见太王，敬我托夫人，你哋都来，来，赶紧你坐啊！谢太王。阿爸，时辰到了，我很重要咯，劳你拜书啊！重要咯！哟，今日我是金家菜中土孙。嘿，你还有莫太莫细啊！用办从阿爸嘅命连命带上嘅喊出来。总唔得讲人嘅名系嘛？哎呀，为本不服人，讲你魔鬼啊！哦，我知咯，解到。这重要咯！哟，今日是金家菜无名嘅菜主。嘿，你乜嘅无名嘅菜主啊？你唔会讲话？哟，很爱做唔得很人嘅名，又做唔得讲无名，很难哦。唉，我真是错草度多种根，爱对你呀，真是三生无奈呀！好啦，时辰到咧，大家准备拜书哦。既然大家逆次成行，按了本太婆出处，给今夜安抚，那你就49个痛快呀！来，太婆抢！阿爸，干！你够嘛该发啊？哟，爱生人饮酒，唔系都讲干。哎呀，唔好暗冲赢啊！你喊做干啊，喊人讲法喊做干比啦！哎呀，阿爸，你根本呢有特别嘅节目，我送本你哦。哦，系嘛个特别嘅节目啊？请大家观赏马古献书。师傅陪我啦啦
苏普有行起路来，行起路来就普普啊哎呀，你马个马股显数啊！我看哦，较像后的显盘图啊。天啊是不用年代是我哎呦呦那斗志神才叫那哎呦。天嘅盼望就哪来的我哎呦呦，你的天上三分高，你的天上，你的天上三分哎呦三分高哦。哎呀，都是有啊！你冲嘛个爱情盼安头啊！每个天兵天将三分票，我看咯，男人看到你就爱写上去啊！拖到你个人啊，答案不我就爱叫我。到车太忙啦！叔父，今我推家母老你敬祝祝贺，但愿你福义东海，苏比南山。来。太忙，我都是有。哦，兔子窑，兔子窑就是不给报嘛。是吧？我迄个我嘅名按到兔子窑，我咩让你拜书，本意是到本意，后来难顺。唉，我等到80岁，怎能难顺呢？是才圆梦。不过只有讲嘅难顺呢，讲到了我嘅心内事啊。托付你，我有件事情，劳你参详参详。太王有法出水无妨，红颜参详两事。今日就出宫了，我有意本遣子少年，托给我为妻，不敌你意下你何？阿爸，你爱我托给我，用把毛蒙讲我嘅意思。
你俩下是做哪一出啊？叫到俺用？难道你看唔出？你哋嘅做几出28楼做引台么？啊？乜解啊？28楼做引台啊？总啊，我是好孤单呆啦。阿爸，你休想插晒恩良你！我全身都要去给马屁，我要红起来啦！快看啊，上去！杜夫人，本你看笑话。兔小爷、兔子妖，你俩啥唔是担心？其实我家见我早就让人有婚约嘞。啊，真嘅嘅嗎？哦，原來景我已經有婚約，真係不知係哪一個啊？太旺啊！相當用點光來見我父，兩家招火夫，將見我開言那字，家妻來用家父，要隨啲。出見宋太祖，琵琶趕來翻山寺，一家招盡糊塗，扮光國來참임自己寒心，一哭看面見，春夏意，探子來要多情。哦，佢後來呢？